歡迎嚟到 QE Book，我哋用廣東話解讀世界好書，記得訂閱，一齊用廣東話讀世界。你有冇試過一個 WhatsApp 狼剔冇回覆，成朝個心都唔舒服？呢本書唔係叫你扮冇感覺，而係教你點樣唔再交出情緒遙控器。Stop letting everything affect you 最有用嘅地方，唔係叫你正能量，而係 pat 你睇清楚你將幾多注意力交咗俾別人反應。喺香港，地鐵駁、工時長、屋企細、群稿多，一句說話可以好快放大。呢本書要處理嘅就係呢種日日累積嘅情緒入侵。好多內耗其實由一個誤會開始，我哋以為只要再解釋多啲，再討好啲就可以控制別人點睇自己。書入面最值得借用嘅提醒係，外界反應只係資料，唔係命令。你可以聽到、感到理解，但唔一定要即刻跟住跳。第一步唔係壓住情緒，而係承認自己被觸發。你可以心跳快、眉頭皺，但下一個行動仍然可以由你揀。第一個香港案例，尾醫中環做市場部，佢傳咗 proposal 俾上司3個鐘冇回覆，佢開始覺得自己做得差。事實只係上司未覆，故事先係佢唔滿意我。未要做嘅唔係猜，而係寫低2欄，事實1欄，故事1欄。佢係4點前補一句，想確認你有冇需要我補資料，之後就返去做下一件高價值工作，而唔係每5分鐘望手機。第二個重點係界線。好多香港人怕講，因為怕被話自私，但界線唔係冷漠，而係講清楚自己可以承擔到邊度。第二個案例，阿俊嘅屋企人日日問佢幾時買樓，又叫佢睇樓盤。佢本來想儲現金轉工，結果每次食飯都內疚。佢可以咁講：我明白你擔心我將來，但今年我嘅優先次序係現金流同轉工準備。星期日我可以傾半小時，其他時間暫停。書講到情緒抽離容易被誤解，真正意思唔係變冷血，而係唔將每個人嘅失望、嬲怒、沉默全部背上自己身。第3個香港案例 ，Sandy 要照顧媽媽又要返工。媽媽一句你都唔理我，就令佢成晚自責。第二日返工完全冇神。佢可以同情媽媽經孤單，但唔等於要用自己全部睡眠去交換。比較好嘅行動係安排固定通話、家人輪班同埋求助社區資源。好多辦公室群組10點半仲有人問嘢，你每次積福以為係負責，其實可能訓練緊全隊，覺得你永遠喺線。界線要有用，唔可以只係心入面諗。你要可預測咁講，非緊急我明早9點回覆，真緊急請打電話。朋友無覆，伴侶語氣淡，同事無笑，未必都係你做錯。你可以關心一次，但唔需要將沉默翻譯成自我審判。如果一段關係要靠不停追問、測試、查勤先維持，呢本書會提醒你，對方可以有佢嘅選擇，而你亦要有你嘅底線。短片下面一個負評，好易令創作者成晚瞓唔着。但留言唔係法庭判決，只係某個人喺某個時刻嘅反應。投資都一樣，恒指跌，股票群眾嘈，你好容易覺得要即刻做嘢。情緒一上嚟，最危險就係用恐懼扮成決策。呢本書可以同時間管理一齊睇。你每日最值錢嘅唔止係時間，仲有注意力。你俾咗邊個就等於俾咗人生本金。實做第一步，寫足發日誌。今日邊件事令你心情大啲？對方做咗乜？你腦入面即刻作咗邊個故事？好多時身體比腦快，肩膀硬畏縮，想即刻覆長文，都係信號。先承認原來我被觸發咗。第二步，30秒延遲，唔好喺情緒最高嗰刻覆信息。飲啖水，望一眼窗，問自己：我而家想保護咩？你可能想保護尊嚴時間、睡眠、家庭氣氛或者工作質素。當你講得出要保護咩，回應就會穩定好多。第3步，準備一句界線句。界線越長篇，有時越似求批准。你唔需要交代到對方完全滿意、清楚、禮貌，重複一次
就夠。所以呢本書真正好用嘅位唔係令你冇感覺，而係教你由自動反應慢慢轉翻去有意識選擇。第4個案例，讀書或者轉行嘅人最怕聽到一句你而家先開始太遲。你可以聽見呢句，但唔需要借佢嚟判自己死刑。比較成熟嘅做法係將懷疑變成實驗。未來7日每晚用45分鐘學一個技能，星期日用作品檢查，而唔係用情緒檢查。第5個案例，小生意老闆遇到客戶不停改 brief， 你可以理解對方焦慮，但唔代表所有改動都免費、即時、無限量。與其每次撈，不如喺報價寫明2輪修改之後按小時計，界線最有力嘅時候係喺衝突前已經講清楚。第1個誤區係將唔受影響變成冷淡逃避，你唔覆、不講、不處理，唔等於有界線，可能只係怕面對。第2個誤區係用呢套想法贏人，你話我唔受你影響，其實可能只係另一種攻擊。真正成熟係平靜，但仍然負責。第3個誤區最重要，如果牽涉暴力操控、嚴重精神健康、法律債務，唔好只靠一本書，要揾專業資源。工作上都一樣，你唔可以話我唔受影響，所以 deadline me。呢本書處理情緒主權，唔係取消責任。家庭入面孝順亦唔等於無限服從，你可以尊重長輩，同時保留自己嘅睡眠、財務、伴侶同人生節奏。而家俾你個7日練習，唔需要三生工具，只需要手機備忘錄，每日5分鐘，訓練自己由被影響轉翻去有選擇。第1日記錄3個觸發，唔好批評自己，只寫低發生咩事，身體有咩感覺，你最想即刻做咩。第2日揀一個非緊急訊息，延遲30秒先覆，你會發現30秒未必改變世界，但會改變你嘅主導權。第3日寫一條你最需要嘅界線句，可能係今晚不談工作，或者我需要諗一晚，明天答你。第4日靜音一個令你長期緊張嘅群組，唔係永遠離開，而係俾自己一段不被拉走嘅空間。第5日揀一件令你介意嘅事，寫2行，第1行事實，第2行故事。你會見到好多痛苦其實係故事加上去。第6日唔好猜，問一個直接問題，例如我想確認你對 proposal 有冇具體修改，直接，通常比幻想健康。第7日回顧一個最細改變，係冇咁快覆，冇咁想解釋，定係終於講到一句不，呢個就係進步。如果你想簡化到每日3件事，就係1記低觸發，2延遲反應，3用一句界線保護最重要嘅價值。公司層面最好唔係叫每個人自己硬撐，而係建立團隊規則。咩叫緊急？幾點後不期待回覆？要講清楚。家庭層面最實用係將重複衝突變成安排。幾時傾錢？幾時陪診？幾時休息？寫清楚，比每次爆發好。自我改善唔係日日鬧自己唔夠好，而係睇見自己被咩拉走，再一次一次練習翻嚟。遇到下個觸發，你可以問3條問題：呢件事係事實定故事？我真正要保護咩？我下一步最成熟係咩？你會發現呢本書越睇越似一面鏡，佢唔係幫你改變所有人，而係照出你將自己交咗出去嘅位置。進階做法係唔好等到爆先設界線，平時已經講清楚節奏，衝突就少好多。因為大家知道遊戲規則，語氣好重要。你可以溫和，但唔好飄忽。今日可以，明日爆炸。別人只會學識試探你邊日會讓步。如果你發現自己每次都恐慌、失眠或者好想傷害自己，呢個已經唔係靠意志就得，要揾專業心理支援。總結第一句，唔受所有事影響，唔係不在乎，係你在乎得更清醒，知道邊啲要回應，邊啲只需要放低。第二句，將控制別人改成選擇自己。你控制唔到對方語氣，但可以選擇點回覆、幾時回覆、用咩界線回覆。第三句，香港人最需要嘅版本係實用啲，唔係離開所有壓力，而係喺地鐵、辦公室、飯台同手機前面練習唔即刻被拉走。如果你想開始，今晚就揀一件最容易影響你嘅小事，寫低事實同故事。留言話我知你最想收回邊一種情緒主權。Stop letting everything affect you。提醒我哋，真正成熟唔係無人可以傷到你。
而係你開始知道自己可以點樣照顧自己。如果呢本書令你諗起自己嘅生活，可以喺留言寫低你最想由邊個反應入面拎翻自己。想繼續用廣東話讀世界，記得訂閱 QE Book。如果今集有啟發，歡迎留言、like、分享同訂閱 QE Book。多謝支持，我哋下本書再見。